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 Follow XPI 嘅市場分析。尋日就講咗一啲市況走勢啦。咁其實今日大家就見到Bitcoin 已經跌到落89000幾點啦，即係9萬點以下啦。先講明一句啊，呢段影片咧只不過係我個人嘅市場分析同埋分享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任何買賣決定咧都要自己判斷。市場有風險，如果大家係需要買賣嘅時候，請問翻自己嘅專業嘅財務顧問。其實今日嘅市場情況咧，可以話係一個風險資產震盪啦，尤其係一個加密貨幣方面咯。而家其實你見到BTC 佢唔單止喺9萬蚊下邊震盪啦，而且近期嘅跌幅持續啦。而家大概係介89800幾啦，大概跌幅係2%啦。我哋今日就會一齊去深入分析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啦，以及我嘅短期同埋中長期嘅睇法。但係咧開始之前咧，大家記得訂閱同埋開啟我哋嘅影片通知，等你唔會錯過任何嘅分析。首先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係一個市場情緒非常微妙嘅時期。美股咧今日就繼續偏弱嘅，尤其係道指跌咗1.1% 左右，而恆指咧亦都有少少回調嘅，跌幅係大約係1.2%。同時咧，黃金價格咧亦都有回落嘅，今日大約跌咗0.7%，反映出咧市場避險嘅需求唔係好強嘅。總括嚟講咧，全球市場嘅情緒咧就有啲審慎嘅，但係都冇出現恐慌。而家咧其實大家都係睇住呢個宏觀經濟因素啦，例如係美國通脹數據、聯儲局嘅利率政策、減息嘅預期。而加密市場方面咧，雖然 BTC 今日有一定嘅回落，但係未見到有大規模嘅拋售，反映出咧其實資金仍然活躍喺個市場上邊嘅，只係處於一個風險控制階段，唔夠膽一齊去大舉推升。但係你會見到咧 ETH、SOL、BNB 呢啲嘅虛擬貨幣咧都唔算係特別強嘅，即係市場咧對風險資產嘅情緒咧就比較冷靜嘅。我認為啦，呢個情況同埋之前講過嘅加密市場獨立同埋其他資產運行係有關嘅。佢特別係 BTC， 佢尋日跌完一輪啦，而家9萬點中間震盪啦。總括嚟講咧，其實市況咧都唔算太差嘅，但係短期裏邊咧波動就較大啦。因為尋日都講過，佢跌穿咗93500點呢一個重要嘅位置，其實本身個情況都係唔樂觀，但係佢都未算太差。大家都知道佢哋唔會因為短期嘅波動咧而咁容易撤退嘅。咁而家市場普遍咧都係處於一個觀望嘅態度啦，特別係大換位基金，佢哋都係睇緊美股嘅走勢，因為美股回調咧會影響到整體市場嘅資金流向。目前嚟講咧，其實機構對加密貨幣咧都冇放棄嘅，尤其是係 Bitcoin， 但係咧佢哋就會喺短期回調當中咧觀察會唔會有啲入場嘅機會。從比特幣呢個期貨市場可以見到啦，長期持倉嘅人依然比較穩定啦，意味住長期投資者未必有太多嘅買盤出現，而係更多嘅短期投資者或者機構咧喺入邊做一啲波段嘅交易嘅。佢最近咧有啲新聞咧就值得留意嘅。首先咧就係美國通脹數據，市場對於減息預期咧就越嚟越強嘅。如果減息進一步再確認咧，可能會激發啲資金去進入一啲高風險嘅資產啦，例如加密貨幣啦。但係大家目前都對呢個通脹未完全控制了解咧，仍然有顧慮嘅，所以咧市場都係保持一個謹慎嘅態度。呢個因素咧就令到 BTC 同埋其他加密貨幣咧唔容易突破最近嘅高位。另外，中國經濟數據咧都唔算太強，特別喺內地市場方面咧，一直都係處於一個調整嘅狀態。佢哋嘅政策咧雖然有支持經濟嘅，但係始終個效果都係有限啦。所以亞洲市場同樣都係波動偏低嘅。整體嚟講咧，重要嘅新聞對市場情緒有深遠嘅影響，但係目前都唔係恐慌，而係對未來政策嘅等待。至於宏觀經濟，美國經濟數據仍然保持喺一個強勁嘅階段。尤其係就業數據，雖然大家普遍都預期減息啦，但係通脹依然都係一個挑戰嚟嘅。所以咧，市場目前都係一個處於調整，等候幾個月之後嘅利率走勢。我認為啦，當美國減息趨勢逐漸清晰嘅時候咧，資金流向高風險資產嘅速度可能會加快嘅。但係目前都係未去到一個牛市嘅階段。講到資產之間嘅關聯啦，大家可能發現其實股市偏弱，但係加密貨幣咧依然都係比較獨立啦。黃金回調啦，都係顯示情緒避險情緒唔高啦。同時亦都未見到一啲好大嘅恐慌拋售嘅。總括嚟講咧，資金會喺一個傳統市場同埋加密市場之間流走嘅。而現時嘅情況反映出市場正係處於調整期。再講多次，唔係大規模嘅撤離。我認為啦，短期裏邊其實因為 Bitcoin 都會喺呢個9萬點至93000點當中區間去遊走啦，亦都會等待更清晰嘅利率政策啦，或者美國通脹數據有啲突破啦。至於中長線嘅，我覺得2025年、2026年咧有機會係一輪牛市嘅開始。
尤其喺減息之後啊，加密市場亦都可能會再次吸引啲資金進場嘅。但係咧，如果未來呢幾個月咧，Bitcoin 都唔能夠突破到10萬點咧，就要小心呢個調整嘅風險啦。喺風險管理方面咧，我建議大家都係採取一個分散投資政策啦，就唔好重倉擺喺 BTC 度。一方面就可以配置下啲黃金啊，或者期貨市場啦。我嘅資產配置就係50%咧係可以擺 Bitcoin 啦，20% 擺黃金啦，30% 擺喺港股或者指數係啦。咁樣咧就可以平衡翻個風險嘅，同時亦都能夠捉住到市場增長嘅機會。好啦，今日嘅市場分析就去到呢度。總結翻，市場唔算太差啊，都係保持翻個觀望嘅態度先。比特幣佢唔係跌得急，亦都唔係崩盤，佢亦都保持喺呢個9萬點至9萬3千點呢個附近咧，基本上都係安全嘅。但係如果跌穿咗咧，呢一個位我哋就真係要好好留意啦。大家記得去關注翻任何嘅數據啦，同埋政策走向啦，同埋都有一句可以 follow 翻我哋嘅 XPI， 睇翻我哋嘅系統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share and like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